10分钟精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素食者》。本书是2024年最新诺奖获得者韩江的著作，讲述了一个长期身处在压抑环境下的平凡女性，在一系列的噩梦下，想要改为一个素食主义者，可她因与家人格格不入，最终在家人的暴力摧残下走向崩溃的故事。英惠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，她有着不高不矮的个头，不长不短的头发，衣着打扮也是低调朴素。而对于丈夫郑先生来说，英惠正是他精挑细选的平凡妻子。因为郑先生自身也很普通，在英惠面前，郑先生活得比较舒坦，他不必为了博取英惠的芳心而假装博学多才，也无需为约会迟到而手忙脚乱。在郑先生眼中，英惠可以轻松胜任贤妻的角色，她可以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为郑先生准备一桌早餐，她也可以把婚前赚的钱拿出来贴补家用，她甚至很少跟郑先生提要求。虽然郑先生知道和少言寡语的英惠在一起，生活没有任何情趣可言，但和那些每天被妻子电话催促、定期发牢骚、找茬吵架的女人们相比，他对这样的妻子简直感激不尽。说到兴趣爱好，英惠只喜欢让郑先生感觉到枯燥无味的书，而一个喜欢看书的女人，她的精神世界是富裕的，只是丈夫不愿意多了解而已，因为她要的只是一个不给她添麻烦的保姆罢了。两人就这样在一起生活了5年，原本的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有天凌晨，半夜口渴尿急的郑先生准备去厕所时，当他路过厨房的时候，却突然看到在黑暗中，一头黑发白色睡裙的英惠正一动不动地看着冰箱。顿时一股莫名的恐惧让郑先生的睡意和醉意全无了。他问道：你站在那里干什么？可英惠并未回答他的话，郑先生便走到英惠的面前，用手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再次询问：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做什么呢？英惠告诉他：我做了一个梦。可郑先生并没有询问什么梦，而是说：梦？说什么呢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英惠没有回话，她在黑暗中转身缓慢地向卧室里走去。当郑先生第二天茫然地从被子里醒来时，发现上班早已经迟到了。等他慌忙地跑进厨房，想要训斥站在冰箱前的英惠时，却意外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。低头一看，郑先生有点崩溃了，只见满地的牛肉、五花猪肉、鱿鱼。英惠把所有的荤菜正一个接一个地倒进垃圾袋里。郑先生大喊：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扔掉？可英惠仍是如同昨晚一样无视他的存在，直到郑先生上前阻止，他才说：我做了一个梦。这时上司打来电话，郑先生只好对着电话一边道歉，一边慌乱地换上衣服出了门。这是结婚5年来他第一次在没有妻子的照料和送别下出门上班。站在地铁上，看着阴暗的玻璃，郑先生的内心浮现出了英惠那张令人毛骨悚然、面无表情的脸。然而此时的他必须在30分钟内想好应该如何向客户辩解，以及修改好今天要介绍的方案，因此他根本无暇去思考妻子异常的举动。那么英惠做的到底是什么梦呢？在一片四下无人的黑暗森林，他发现了一处亮着灯的仓库，只见数百块滴着鲜血的硕大肉块正吊在长长的竹竿上。他咀嚼着其中一块软乎乎的肉，咽下肉汁与血水。那时他看到了仓库地面的血坑里映照出的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。他无法忘记用牙齿咀嚼生肉时的口感，还有他那张脸和眼神，那是他见过无数次的脸，但那又不是他的脸。他无法解释这种似曾相识又倍感陌生的感觉，也无法讲明那种既清晰又怪异和恐怖的感觉。这段话删减了一部分，但是依然不影响他的阴森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梦，英惠才决定把家里所有的肉，包括牛奶鸡蛋都扔掉，她要当一个彻底的素食主义者。然而她自己不吃，也不允许家里出现肉，这就让郑先生有点受不了了。如果一开始英惠就讨厌吃肉的话，他还可以理解，但结婚前英惠的胃口就很好，但现在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就要改变饮食习惯，而且他还彻底无视自己的劝阻，简直固执的让人不可理喻。可以看出，郑先生思考的都是跟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，对于真正的原因，他没有去想，也没有去追问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梦，又或者到底是什么事才能瞬间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呢？其实在英惠开始做梦的前一天，郑先生因为着急出门而对着手忙脚乱的英惠大发雷霆。他的催促让英惠切菜的时候意外地切到了手指，但不满意的郑先生非但不关心他，仍然暴跳如雷。英惠愣愣地看着一脸狰狞的郑先生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反而变得更沉着冷静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英惠一直都是郑先生发泄情绪的垃圾桶，
虽然他不一定是殷惠做噩梦的全部推手，但肯定是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第2年春天，殷惠还是没有任何改变，唯一有变化的是她的身体开始日渐消瘦了。她消瘦的原因不是吃素，而是因为她做的梦。事实上，她几乎不睡觉了。然而，郑先生纵然已经知道妻子的状况非常的糟糕，但他并没有考虑带她去看心理医生，或是接受任何治疗。不仅如此，在一次工作聚餐晚宴上，殷惠执意吃素以及孤僻的表现，让郑先生感觉在领导的面前颜面尽失，因为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极为重要。可此时，任何的愤怒和劝解都不可能动摇他了。郑先生束手无策之下，便给殷惠的父母以及姐姐打去了电话。他叙述了殷惠关于吃素如何对家庭造成影响以及身体虚弱的问题，希望借助他们来制止殷惠当前的发疯行为。在电话里，一家人包括他的岳父都在跟郑先生道歉。郑先生听了大吃一惊，因为结婚5年来，他从未听过大男子主义的岳父用充满歉意的口吻跟他说过话。这天，殷惠娘家人聚会的地点在大姐仁惠新装修的家中。郑先生非常羡慕他的姐夫，姐夫毕业于美术大学，自诩为画家，他对家里的生计毫无贡献，一直以来都是大姨子内外兼顾。在饭桌上，一家人许久未见，自然是其乐融融，所有人都在有说有笑地咀嚼着食物，唯有苍白瘦弱的殷惠在一旁一声不吭。随后，郑先生的岳母夹着肉一次又一次地往殷惠嘴边送，大姨子和小舅子也在帮忙劝说殷惠，但殷惠就是不吃。此时，岳父夹着一块糖醋肉送到殷惠的面前说：“听爸的话，赶快吃下去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这要是得了什么病，可如何是好啊？”可殷惠仍然还是不吃。这时，脾气火爆的岳父发出了怒吼声，他不仅当着全家人的面狠狠地打了殷惠一巴掌，还让众人抓住殷惠，硬要把那块糖醋肉塞进殷惠的嘴里。而吃到肉的殷惠瞬间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尖叫声，他吐出了嘴里的肉，挣脱众人的手，拿起水果刀，果断地选择了割腕。从午宴到医院，谁也不曾想到，原本阖家欢乐的场景会突然变成这样。在住院期间，他的岳母怕殷惠身体虚，便带着用中药熬制的黑山羊汤来到了医院。他谎称这只是滋补身体的中药。看到殷惠喝下一口后，岳母便笑着出了病房。可他一走，殷惠立马就冲进了厕所呕吐了起来，然后就把装有黑山羊汤的袋子扔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岳母就提着袋子闯了进来。你知道这多少钱吗？竟然丢掉，这可都是爸妈的血汗钱。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啊？瞧瞧你这副德行，你现在不吃肉，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。照镜子看看你这张脸都变成什么样了。而对于郑先生来说，比起惊吓和困惑，此时他的内心只有对妻子的憎恶之情。在妻子出院后，郑先生果断地选择跟他离婚。殷惠的姐夫一直从事着艺术工作，他对于家庭不管不问，虽然自诩为画家，但却偏执着对相互交融的人体彩绘非常的迷醉。近年来，他的创作仿佛到了瓶颈，在一次意外得知小姨子的臀部有像绿叶一样的胎记时，一下子激发了他创作和本身的欲望。他觉得那块如同绿叶般的胎记再加上身体彩绘，将会构成一幅最完美的作品。特别在知道靠吃药才能稳定状态的小姨子已经离婚单人居住后，这种想法似乎有了可以实施的可能性。于是他便给殷惠打去了电话，希望她能够来做自己的人体模特。他本身没带什么希望，但此时已不在乎外物的殷惠也没有选择拒绝。随后他先是在裸体的殷惠身上沿着她的胎记画满了植物，又邀请工作室的年轻人同样裸体出镜。他在给对方身体也画满了植物彩绘之后，却又不满意，他希望可以拍摄两人更进一步时身上的彩绘相互交融的场景。然而，虽然年轻人也是搞艺术创作的，但对他这个要求还是感到十分生气，便愤然离去。但殷惠姐夫心中的火焰并未熄灭。殷惠说，身上的植物彩绘让他感到十分安心，他甚至不愿意洗掉，因为他竟然不再做噩梦了。他现在明白了，他就算不吃肉，那些噩梦也会出现，但如果变成了一株植物，他就不会再感到害怕了。姐夫也不在意他曾做过的梦，他现在满是实现创作与激情的欲望。他人给自己的身体上也画满了植物彩绘，然后带着拍摄的设备在殷惠的家里。可等到他第二天醒来之后，姐夫却发现他的妻子正痛苦地趴在餐桌上。一直以来，他不顾家，人会从来没有抱怨过，但是发现他居然这样对待精神恍惚的殷惠，这让人会再也无法忍受，人会选择了报警。而羞愧不已的姐夫试图跳楼自杀，被赶来的警察一把抓住。最终，
她丈夫被关进了拘留所，而英惠则是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。然而，英惠的状况越来越差了，她已经从不吃肉，变成了不再吃东西。她总说自己已经不是动物了，而是植物，植物不需要吃东西，只需要阳光和浇水就行了。她还说，其实那些大树都是倒立着生长的，地下的根系才是他们的手。于是，在精神病医院里，人们便会经常看到倒立的英惠。英惠住院后，一直都是仁惠在跟医院进行联系，父母已经与他们断了联系。看到妹妹的样子，仁惠非常的揪心，她时常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。英惠比她小4岁，小时候姐妹俩经常被性情暴躁的父亲扇耳光，而她身为长女，时常给父亲煮醒酒汤，所以父亲对她多少会收敛一些。然而温顺且固执的英惠却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，看着妹妹变得少言寡语，仁惠自此便产生了一种近似于母爱般的责任感。而英惠9岁时那年曾被家中的狗咬伤，她亲眼目睹了父亲将狗绑在摩托车后面，拖着她跑了一圈又一圈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，他们说吃狗肉能治愈狗咬伤。直到今天，她仍然记得那碗狗肉汤饭和那只口吐血沫的狗看向自己的眼神。仁惠并不知晓英惠的心理，但她时常能感觉到妹妹身上的陌生，那种陌生感正如她的丈夫一般。当初她的丈夫满脸颓废地走进她的店里，两人结识。那天之后，她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让她得以休息，但后来不管她付出多少努力，婚后的她看起来仍旧疲惫不堪。没过多久，她便醒悟到，自己仿佛在疲惫的丈夫身上看到了19岁背井离乡，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独自闯荡首尔讨生活的自己。从小她就拥有着白手起家的人所具备的性格和品性，身为女儿、姐姐、妻子、母亲和经营店铺的生意人，她都会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竭尽所能地对人好，但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，就像她的人生好像也不属于她自己一样。而英惠现在全靠打点滴才能撑到现在，她希望英惠可以吃点东西，可英惠却说，没有人能理解我，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，连你也和他们一样。仁惠却说，我这不是怕你死掉吗？可英惠转过头来，像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他说道，我为什么不能死？是呀，一直以来他活得都身不由己，成长、婚姻，就连吃什么也不能任由自己选择，但现在难道他死亡的权利都没有吗？看着有点疯癫的英惠，仁惠突然间有点理解他了。当下自己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失眠，也许正是英惠在很早以前所经历的一个阶段。难道说英惠已经步入了下一个阶段，所以她才会在某一个瞬间彻底放弃了求生的欲望？很快，由于英惠仍拒绝进食，造成了胃部出血，要去首尔的大医院。医生给他们开出了转院通知书。在行驶的救护车上，仁惠对着妹妹说，这一切说不定这是一场梦，在梦里我们以为那就是全部，但你知道的，醒来后才发现那并不是全部。所以有一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，故事结束了。在整部书里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关心过英惠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，但是从后面的描述中不难看出，正是英惠从小就遭受家暴，以及曾目睹父亲虐狗的一幕，再加上婚后丈夫的冷漠，正是这些经历让英惠把对这个暴力世界的厌恶具化为对肉食的厌恶，甚至到最后她想成为一棵靠阳光和空气而生长的树，因为树不用靠吞食其他的生命体就能生存，树虽不能改变这世界的血腥和粗暴，但却能保持自己的阳光。同时，英惠所奋力抗争的远非仅仅是暴力这一简单事物，还有那些无所不在、无情侵蚀个人独立性的偏见与歧视的枷锁。就像英惠母亲说的那样，你现在不吃肉，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。仅仅是做出了和旁人不同的选择，英惠便遭到了质疑、排斥与劝诫，精神和身体都饱受折磨。韩江以一种抒情却又撕裂的风格，将柔情和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，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。